春雨来啊，受到风面影响，部分县市发出大雨警报。詹文水库上游嘛有明显的水汽。南水分数表示，目前詹文甲乌山头水库合计储水率是82%，阿公店水库是73%，牡丹水库是80%，持续发挥迟滞洪峰的效果，减少下游水路溢淹的风险，同时也兼顾防洪甲储水两大目标。昨天曾文水库集水区降下39.1 mm 的降雨，大概预估会对我们水库有330万的进账。那目前水库其实蓄水量高达90%左右，是非常的足够。但是在这边还是提醒大家能够节约用水，特别是最近因为大埔地区的地震比较多，那山区的土石比较松软，所以各位如果到曾文水库来游玩，请注意落石的状况，要注意安全。另外，由于近期地动频繁，山内底土石松动，若是拄到强降雨，民众进入水库周边，嘛要特别注意帮路情形，一切安全。南水分署建议民众善用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， 防灾资讯服务网，加一份准备，就减一份损失。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。